这不就是我失散多年的互联网嘴替吗？到底有什么办法才能拥有这张嘴？你熬夜就写这段子，那我劝你啊，还是别搞喜剧了，丢人呐！搞喜剧至少得有正常观众。你说谁不正常啊？谁找来的呀？什么垃圾都往这儿塞。怎么就正常了？你看你们这像个正常的活动中心吗？哪个正常活动中心找这么个护工啊？头上还搭一个啾啾，你不是找一个哪吒来当护工吗？你那么大年纪练什么肌肉啊？练一身腱子肉是想干嘛呀？用钩夹死阎王吗你？还有你，大热天穿个皮衣，你皮尔卡丹啊你挺潮啊，你匹诺曹啊你。劝你别这么说话啊！我们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呢。那就别吃这么多盐，你吃点饭吧。年轻人，你就是没吃过苦。知道什么叫起早贪黑吗？那你知道什么叫996吗？你割过稻子吗？你没割过肉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当年可是……你别老当年，你知道现在吗？你知道那种一直加班的很少回屋是什么感觉吗？你知道好好工作的突然被人辞了是什么感觉吗？你知道在家里看不到希望，在家一直躺着是什么感觉吗？对，我是个垃圾，但我承认，我不像你们每天在这个假活动中心陪一个自己请过来的年轻人较劲，假装自己还有价值，是个还没用过的饮料瓶儿。